四昆生龙山市从除夕夜到大年初六期间，举办清水祖师转运金跋杯比赛，总共吸引7000多人报名，打破往年纪录。就连歌手许其成、游一成也来跋杯试手气。这道哦，伊就是因知道阮真正是买3张票来订两下哦，可是这决赛的时候拢是3杯、4杯，不过其实真的太强了。我感觉做水亚林霞，伊是真正有需要帮助的需要人。咱嘛希望讲吼，这位吴志祥提供较好的机会，咱会当甲较好的机会，真正有需要到3工的人来互伊创立更好的需要，人回馈给更好的社会哈。这次总共有1000多人晋级决赛，历经2个多小时的比赛，最后由一位1岁出头的谢雨辰小弟弟夺得30万的大奖。我觉得高飞50也能变1234。第一名我们好将30万千吗？儿子谢雨辰得到神明眷顾，拿下首奖30万。谢爸谢妈欢喜表示，家族原本10人参赛，最后只有谢小弟闯进决赛。这笔钱未来也将会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。全家差不多我有，就是加他嘛，全家只有他进入决赛。我们家6个人。原本几张卡？原本6个，然后6个人。我哥、表哥他们那边4个，我们10个，进3个，进3个，所以今天来的3个决赛的。对，然后2个，一个姐姐，然后一个我侄女，她回去，他们1杯2杯都没动，他们就先回去。所以说之后规划就是他的教育基金，他的教育基金，对，帮他存起来，帮他存起来。四昆生龙山市主委吴志祥表示，小朋友的福运很好，有祖师公的保佑，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。咱这边哦，咱的祖师公的这个哦，转运金哦，由着咱这个小朋友福运做好，咱祖师公保庇，伊得到第1名，30万的现金哦，这有当互食牛年粉钱啊，系啊，真正有咧保庇哦。四昆生龙山市清水祖师转运金跋杯大赛，今年共有7000多人报名，比往年多了2000多位，创下纪录。主委吴志祥说，欢迎各地的信众来拜拜，祈求祖师公保佑，福运双全一整年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